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让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咱台语节目要是春雷。咱单位伫金曲奖是全台语哦。啦，我就来讲用伊的迄落趣味者，互大家欣赏一下。你一开场就随声就憋去啊！哎呀，安尼我会丹田太有力咯，好，我注意一下咯。我是雪龙。大家好，阿德。大家好，恁有想我无？有思念我无？毋是怀念哦。那怀念就是已经天上见咯。少年无要紧吼，怀念暂时毋免。是啦，是啦吼。咱有敢有人这一集？我想看卖。过啊，差不多正个月啊。有甲正过月？是哩，6月初甲呾。咱顶一集应该是即个新贵俗眼吼，王宗宪先生的访问。过顶一集是啥？毋对啦。我敢若有人一集对无？啦，迄落拄着迄个端午节、5日节休困呢。5日节连假休困啦。咱嘛做咧休困一个。是哩。所以嘛才2礼拜。不是啦，你慢慢去回想啊，少年人真害啊！好，别紧，因为咱搁倒来啊。我来咯，雪龙来咯。甲思念一下哦。我知影你真欢喜，但是你的音量搁大了。我搁较提。我后壁可能较歹受。丹田太有力，无法度。是来，赶快拄开始来小可开讲一下，讲一下时事。这两天啊，应该开，我伫想应该咱录音开始的时间嘛，差不多后壁会较。这个风火的代志会较慢慢降落来啊啦吼。风火。前2天长风火头，啥风火头咧？系因为这个金曲奖的关系。金曲奖。当然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对这个台语歌后今年的这个新考歌后台语的歌后郑宜农，第二龙。伊的意见或者是大家的想法各种各样吼，当然这我就无搁讲啦，因为网络顶悬已经真侪无共款的讲法甲想法，大家拢会使家己去参考吼。我就片段搁解说啊。毋过我有一个家己的嘛，我伫看完即个颁奖了后啦，我家己确实嘛是。讲实在，我有感觉小可遗憾，遗憾，小可无彩吼。我伊好毋好，这也是随人介意啦吼。这无一定，但是我家己会感觉讲，我可惜。我后来伫家己的即个 Facebook 的顶悬吼，我就写一段话啦。我讲，我毋望有一天会使我靠我的 Podcast 来吊顶吼，吊顶咱之前嘛拢介绍过啊啦，我就无解说。毋是什么个人成就吼，毋是讲为着个人的成就，是我想要徛伫台顶，用台语致辞，对，用全台语来致辞，因为这是我的创作的根基。毋管是我做任何故事内容，毋管是甚至讲甲美国的故事去嘛，有咱过去嘛讲过美国的故事，当然大部分拢是台湾的啦吼。有神有鬼有人有历史有刑事案件各种各样，有这个都市传说，所有的一切其实我自思考写稿规个过程拢是用台语去思考。警察是讲我若做功课，当然网络顶悬的功课大部分这个资料拢是写华语，但是我家己甲这物件消化了，我写落来物件
自一开始就是台语，我所有的思考的方式，我伫讲这个故事的方式，拢是用台语去出发的。以台语为主题，嘿，所以迄是我的创作的根基。吼，这个语言本身内底，根本啦，对，伊内底包含的文化，吼，伊内底真侪思考的方式，拢是就是拢完全为台语来出发。我认为讲我家己做的物件是真正是台语根基的物件，所以若真正有迄个机会，未来有一天讲咱会使有徛伫台顶，或者是有啥物机会会使向大家来介绍咱家己的物件，还是或者是表示咱家己的感谢，或者是任何的机会，我家己会希望讲用台语来致辞、来讲话、来表达我的意见。这是我家己对家己的期待啦。所以讲我毋管别人，但是我对家己有这个期待。无啦，所以讲阿弟感觉遗憾可惜，就是讲你今日得到金曲奖是台语的歌后，你会当伫台顶用全台语来致辞。我伫看到彭佳慧，今年的即个客语歌后，应该讲因为无分歌后歌王啦，因为伊的作品较无较济吼。但是伊来得奖的时阵，你会使看到伊头前虽然讲无工作群人拢伫台骹，我用华语讲好无要紧，但伊最后讲伊用客语，因反正我袂晓客语，但是伊就讲。我是彭佳慧，我是来自屏东倒位的人。伊讲我是彭，伊翻译是意思像用华语来翻译就是讲我是彭佳慧，我是草头猪，就是伊用的另外一个名啦，吼，你演唱的另外一个名。后壁讲我是来自屏东的倒位的客人，吼。我感觉迄个话出来，你会使感受到台骹所有的人，毋管你听有听无，拢是足感动的。我讲就一句就好，我是送。我是来自倒位，安尼就好啊。对啦，就算讲你的台语无介好的人，其实嘛拢做会到，甚至连外国人来嘛会讲一个大家好，伊嘛有安尼讲嘛。所以我感觉对我来讲是无错，但是虽然有虽然的想法甲选择，这我嘛无法度讲啥。但是我会希望要求我家己或者期待我家己真正有一天有法度做到，即件代志是做甲到安尼。当然这都是爱有。希望讲咱的作品会愈来愈好。反正打一天真正有即款的即个机会，咱嘛毋知影。着等待啦。这是大家就即件风风火火的代志。我即个其实伫网络顶悬无写伤济我家己的意见，因为我讲已经火高高，我实在真莫搁揽落去，安尼太乱啦。片段搁去参揽遮的意见啦，虽然想法无共。各种立场我嘛会使理解，包含内底真济。其实你若看有一寡人的想法，我感觉真可笑，或者是真悲哀，但是这是嘛无搁讲啊啦，反正就是安尼。安尼就好啦，有诶代志吼，讲伤济消费。消费太济迄个人员啦，无必要啦。好啦，咱来讲一寡更较欢喜的代志，因为来感谢赞助，真感恩先给这人说一下多谢你。是。嘛甲听友，你虽然是无来讲，我嘛是足感恩的。是，毋管有即个来甲咱添油香，来起龙条，还是有来即个老话斗助赞吼，斗赞声吼，咱拢真感谢。啦有恁的支持，才有阮的继续啦。是，好来，咱头一个感谢即个阿斌。真正多谢你讲一位阿斌，咱尽量讲到回头客，阿斌嘛是回头客。阿斌真正多谢，感恩咯。我听讲伊当个有伫听啦，所以所以即个真正真欢喜嘛，真感谢你的即个赞助添油香。支持鼓励，迄就是阮的鼓励啦。迄是真大的支持啦，尤其回头客即件代志，咱真正嘛捌讲过表示讲你真正有介意我的物件。感谢，这12万分的感恩，12万分的感恩感恩啊，感恩啊，这个阿斌真感谢。咱这集因为教训的内容先直接透露一下因为口味较重。那还有要放互妈妈听，这集你家己考虑一下。这集我会标注这个爱建议满18岁以上甲听。若心脏较无力，可能会使考虑一下这老好家己。我感觉我嘛心脏无力。对啦，我会尽量放较轻一丝啦，因为你内底有咱这集你内底有重要的责任、重责代志所以
无法度互你人讲，无法度互你走去无人讲安尼啊。过来第二位咱的赞助的这朋友天兵天将吼，做狐狸妈妈，狐狸妈妈。哦，你莫做狐狸精就好啦。狐狸其实嘛是真古水一款动物啦。狐狸妈妈吼，伊有老话，伊有赞助这个挂金甜绵绵的这个方案吼，这是咱本地就设定的方案吼，嘛是算讲是较金额较大一寡啦吼，咱讲小贵袂堪你大把金，同款拢非常的感恩但是真感谢吼，伊有老话，伊讲感谢贵台，我用台语啊念出来了吼，因为这是应该是用华语写的吼。感谢贵台用这个台语的故事做主题，会使互台语家庭有真侪听故事的选择，这是伊的老话。那么感谢你的收听。同款吼嘛是再次搁提醒一个，这集可能就较无适合台语家庭的囡仔听。囡仔屁，所以这集若要听吼，可能这个。毋过是安尼讲咧，有的囡仔嘛是听无啊。看年岁啦。听无嘛，还佫无要紧，我若听伤有，或者是你听的时阵来问讲妈妈，这什么意思？我是烦恼讲你会真正真歹解说，有一寡可能口味较重一撮的部分。这都大家家己去斟酌啦。好啦，咱因为故事嘛，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嘛，要开一撮时间来解说那所以就爱今日来进入咱的故事，咱的正题。好了，来咯。咱这集的内容呢，主要是这个久违啦，虽然讲是第二届出现的，叫做兴安地水经，就是讲真正记顶届咱的兴安地水经做什么内容无？目前迄个查某弟弟，应该是还佫在世啦吼。所以讲毋通。但是大概也知影是即个乌寡妇杀夫事件咱迄时阵互即个名啦。这是偌久啊？20几当前的款，我印象中我嘛无啥会记。咱即届要讲的即个故事时间较晚，这是差不多拄好10当前2013年的代志。安尼不离我，无毋对。这是即个嘉义县头案。你若用华语读叫做烟头案。哎哟，毋是昏头，烟头毋是迄个昏头。听到即个话就感觉无。大部分的听友，我相信应该拢小可有一撮记忆，因为当初是新闻不甲足大的，所以咱今日咧就来甲，因为讲实在，我当初是你看到新闻的时阵，嘛是大概也知影讲有即件代志，有一个头生头，就是讲头摕去生安尼生就是腌制的意思啦。除此以外，其实我无讲真正足了解迄个这个案件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什么原因甚至讲到底死者是啥，我嘛分袂清楚啦。这就算迄个恐怖电影啊呢。但是咱无遐恐怖啦，咱主要是甲这个理路啦，甲这个理路铺排好清楚啦。当初是我嘛无介了解，都趁这个机会来了解。这嘛是一个故事啊，这兴安地水经，有的人就介意这款的兴安地水经。其实伫咧网络顶悬咧发觉讲，即个那犯罪相关的即款 podcast 内容拢真受欢迎。所以至少咱上无咱听过无要紧咱莫去做这歹代志就好啊。总是有这个事件啦，或者嘉义县头案即个故事即个代志。2013年新历的3月15，迄天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位在三重埔的大同派出所，三重埔就是三重，在地中迄个字会降调来是三重埔，咱打成用正确来用三重埔拢会使，恁家己欢喜就好。三重埔的大同派出所收到一张邮局寄来的批，宜兰腔讲批，这已经解释过真侪遍啦，讲批嘛无要紧，批录啊顶面的无写名，毋知影是送寄来的。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甲批纸摕出来看，顶悬敢若简单几句话，说逐句都千斤重。批纸顶悬到底写啥？伊写陈婉婷的尸体
伫嘉義水上農會邊200外公尺遠的公園查埔便所內底，我無辦法處理，請好心人幫忙，好心人留，就敢若安尼爾。這句話，這幾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講有一個叫做陳婉婷的人，陳婉婷這個人，這個名聽起來應該是一位女性或者女性，攏會使女性，一個女性。既然講伊的屍體，表示講已經死啊嘛，不在啊啦。喺台語內底，常慣是講屍體，這個時陣是死去的死，因為受到日語的影響，因為日本會講屍體，當然你要講屍體，屍體攏會使，對屍體甲實體攏會使啦，這是咱的慣勢，常常講成屍體嘛也可以，表示講這個有屍體嘛，表示講已經死啊，而且這張被寄到新北市的三重埔。竟然是寫講屍體佇咧嘉義水上鄉水上鄉一個公園公園的查埔便所，是安那遠在嘉義的屍體案件愛到三重埔來報案，是啊，真奇怪。這張被無留名，嘛毋知是啥寄的。這個寄被人敢真實是好心人？嘉義水上這間便所。咁真實有屍體，疑點重重，必有機關啊！講機關，咱佇咧倉庫其中必有緣故。鏡頭咱刷來到嘉義水上鄉，當時三重埔的大同派出所看到被了，隨就甲被傳予嘉義水上分局，伊傳真啦，伊甲規個被內容傳予伊安尼，傳到嘉義的水上分局。先補充一下，水上大家應該知影講這是宜蘭腔啦，你講水上也可以啦吼。水上分局。毋敢怠慢，隨派人出去找找線索。當天共一天3月15日一天暗時大約6點的時陣，警方接到回報講，找到啊，原來是佇嘉義水上的一間媽祖經邊仔的查埔便所內底，一個馬桶水箱頂懸，清潔人員發現有一個一緣包過一緣的塑膠袋啊，毋知內底底啥，毋過會使確定。袂是什麼好物件啦，就緊來去報案啊！水上分局來到位了，開始甲塑膠袋啊偷開，上外口迄緣是大賣場佇用的大卡落啊！我看過迄個相片吼，應該是所以我就歹講是哪一間啊？大家聽得出來就聽得出來啦，到3個字的大賣場啦。這外口是指個大賣場的塑膠袋啊、大卡落啊，因有標誌的啦。因為我看到迄個標誌，標記我知影。偷開了後，內底也是一個塑膠袋啊。這個塑膠袋啊，較細卡一絲啦，是便利店、便利商店、便利店的袋啊。佮甲拆開是一個飼料袋啊，袋啊甲拍開。內底一塊敢若布的物件包着，迄緣布甲摕起來，原來是一束布袖啊，薄外套。外套咱講袖啊，外套也可以，咱賣講袖啊。袖啊摕掉，內底有一領 T 恤子 ，T 恤子知影是啥無？咱華語講 T 恤就是 T 恤子台語會安尼講啦。襯衫啦，嘛算是襯衫一款吼。T 恤子下骹佫包一領底褲，底褲內底還有物件哦。底褲甲偷開，會使看到一領查某人的內褲，而且已經看會到敢若是人的頭髒的物件放做伙。我那真困難啦。內褲甲偷開，落出一粒人頭。這粒外口總共包7緣的人頭，看會出是一個查某人的頭，頭的表面有掃一緣的鹽，看來應該是為着人頭莫遐爾緊害去有臭味，用鹽甲生過。這個人頭看起來已經大大無啥水分。咱嘛知影講用鹽生過的物件會有洗水的過程，洗水咱也用華語講叫做脫水，脫水就會乾燥。伊兩蕊目睭的所在咧嘛已經立落啊，下線已經立落，規個皮膚大大搖搖，看起來袂輸臘肉同款。那咱既然來講，凡說會講較像即個鴨想啦，安尼啊，這粒頭。
无颔棍啊，也就是讲，伊是为人的下骸这个所在，互人切断。验尸的结果判断，真有可能捌互人冰伫冰毒过。来收尸的论真讲是来收头的葬仪社的人事后嘛有讲，迄个死状实在是有够使人会惊吓啦。哎呦，安尼听着无趣味啊！警方调查现场的这个物件，伊看到这个箱仔内底有架一张纸，顶头写“陈婉婷”3个字。咱拄则讲到这三个字，这个名。你还会记得无？咱下晡三重埔的大同分局收到批，内底嘛是写陈婉婷的尸体。我记做陈婉婷。是，看来这个人恐惊就是陈婉婷无走啊啦。当然，这个案件绝对无可能是自杀，无人有才调，家己的头剁落来咧，佮家己的头包7元，总共包7元哦，再个千里迢迢，这个字千里迢迢就迢，嘿，大概俗称的讲千里迢迢，但正式来讲是做千里迢迢啦。咱惯是讲千里迢迢也可以，千里迢迢来到嘉义水上的一间便所。等人来发现，绝对无可能有人我都家己头剁来安尼做。当然啦。毋过，若是互人杀害的，是安那会有人寄批去警察局通报这个尸体的代志。又搁是安那这粒头外口包的箱仔，要专工留一张死者的名姓字条。敢若凶手杀人了，就希望大家知影讲伊杀的是啥共款。搁有头吹着啊，新尸咧。既然有人名，警察就会使为人名着手，先比对有失踪的这个人口资料，然后若有人失踪会报失踪嘛。对啊。果然，真紧就找到陈婉婷到底是啥？这个陈婉婷敢真是失踪人口记录内底迄个陈婉婷咧？伊是啥物身份？住伫倒位？又搁为怎样竟然死到这么凄惨的程度？这拢都是问题。问号。伊的身世敢真正找有？凶手到底是啥？是安怎要挑工，互人知影死者的身份？这侪疑问，咱先下喘一下，下面甲佮继续转来咱的。小啊休一下。嘿，转来咱的刑案地水经。还要假死。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台语创作有关系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好，来欢迎回来阿迪来开讲台语的故事单元。咱今日是刑案地水经，顶半集，顶半段啦，袂使讲顶半集吼，顶半段听了是感觉啥款？敢若有一撮嘻喂喂哈，嘻嘻安尼啊，嘻嘻是什么意思？嘻嘻就敢若有点怕怕啦，惊，小可当，用煞读袂出来。有一撮安尼吼，恐怖啦，敢若灰暗安尼吼，听着无敢若真舒适安尼。好，无紧，咱先来甲即个老话甲讲好了因为咱顶半段无讲人的老话敢若有即个赞助。
嘿，咱之前有一集就是王昭华先生迄集吼，伫讲伊的迄本册嘛，吼，伫甲伊开讲。那迄集其实有人留话，吼，有一位叫做这边念边卡的款吼边卡 Chen， 伊讲伊有留话伫咧 Spotify 顶管，吼，伊听了有留话，伊讲台语需要一本幼路的词典，这是咱应该爱拍拼的代志，伊就是讲之前阮伫讨论着内底有一寡用词方面，比如讲，伊有提起着即个焦华先生有提起着木木熟即个词吼，可能对咱来讲嘛是共款，认为讲木木熟其实无遐严重，敢若人要错起来共款。其实木木熟对咱来讲是较简单，但是像教典内底吼，教育部即个教典内底。伊的写法会互人感觉讲这是真严重的代志，但有当时咱伫生活可能较无用啦，或者是可能目标较无遐明确的时阵，咱咪讲规工遮木木熟，或者是工课无用的时阵，遮嘛爱无用，遐嘛爱无，咱咪讲生活当中定定木木熟。其实意思真侪，有诶较轻，有诶较浅，有诶嘛是较沉重拢有。那教典内底写起来，互人感觉讲哇，遮沉重哦！我若甲你讲我最近拢伫木木熟，你着凡说有人就会误会讲是毋是即个足严重诶，还是发生什么代志？无，就是可能我最近较无用一撮尔。毋过点毋知有感觉无？你咱宜兰来讲木木熟，敢若就凊彩讲安尼念，无迄个感受咧。是，焦华先生嘛是伫讲即件代志，讲伊伫使用时定定一无用，那么讲最近定定木木熟安尼。是啊。嘿，但是因为教典内底伫记录诶时阵，甲写甲较严重。伊之前因为伫网络顶管有提起过即件代志，所以我迄届伫甲伊访问对谈诶时阵，我有讲过即件代志，讲咱对即个目前教典诶一寡想法，所以应该是因为听即段诶访问了，咱诶听友吼，即个边卡 Chen 吼，可能是安尼念，伊都有特别写讲伊认为讲台语需要一本幼路诶词典我感觉这确实嘛是一个方向。其实伫咧词典进前，我顶多感觉讲，就像你讲诶，有当时真侪生活中诶物件。语感、情景，无一定有材料用成文字写伫咧词典内底。你伫词典内底若讲，这会使真轻松的意思，嘛会使真严重的意思。讲实在，大家都毋知你到底当是什么意思。其实真侪感受或者语感是伫咧生活当中的使用环境内底发生的，你自然就会更较了解这其中的即个奥妙之处。有当时确实是真歹用文字写落来。那要改善即个问题。独就是需要一个代志，就是咱日常生活当中，愈侪人伫讲，愈侪人伫用，才会真正有心要学台语的人，会使进入咧即款的环境内底，接受着即个语境是安尼用的。有的人用是什么款，有的人用是什么款，伊无需要完全透过文字的记录去看文字记录嘛最重要，但是真侪生活中的使用，其实是就像咱一般生活中。大部分毋是直接用词典来熟悉即个世界，每一个词大部分拢是有一个人讲一句话，你大概会知影讲，你甲伊讲的过程当中，即个感受是啥物？咱慢慢来去学会晓的。所以是迄个感受哩呢。你讲像你拄则讲，我讲最近来咧怎敢若戆神共款咧木木熟安尼，揣也无头，毋知要创啥安尼。其实就是讲，表示讲我目前毋知要创啥，敢若无方向，敢若哈安尼尔，就是遮简单啦。对，所以即个物件就是，我就定讲，写甲读拢最重要，但是听甲讲是第一重要。听甲讲是第一重要，就是你若无即个环境通听，无即个机会通讲，那后壁物件咱都敢若伫看一个教科书，迄个是意义是袂使讲无，但是是真无彩的代志。读书安尼尔，毋知什么有时无法度华语做融会贯通啦。伊会无够活，不灵活啦。词典无可能就认真甲你介绍讲，即个词虽然嘛有安尼讲，但是这较少用，这较接用，偌济比例这无法度，因为甚至每一个所在嘛无共款。但是你伫你的生活当中，若有伫使用台语的人，有台语环境的人，你自然家己有家己的即个感受，这是真无共款的所在。当然，台语需要一本幼路的词典，这是无毋对，这是一定需要。但是我嘛提出一个更较进一步的想法，讲除此以外，咱头前还佫一个最重要爱做的代志。就是讲好来咱即个老话嘛读了所以过来就是要进入严肃的正题咱的刑案地水经嘉义县头案。咱顶半段
咱讲到三重埔大同派出所接到一张批，写讲有一个号做陈婉婷的人死伫嘉义县水上乡的某一个公园查埔便所内底。当天暗时，水上分局确实接到通报，伫一间马祖径边仔的便所内底发现一袋塑胶袋仔，内底毋知是啥。你可能想讲，批毋是讲即个是公园边啊，对无？其实即间马祖径的即个牌楼边啊啦，或者牌楼牌楼吼，牌楼边啊，都是一个小小的社区型的公园啊，细细啊无大。就是敢若咱一个城门系啊。嘿，就是即个伊即个马祖径边啊，其实都有一个小小的社区型，迄款公园啊无大啦，细细啊。若便所就是伫庙的边啊，所以确实嘛算讲是公园边啊啦，拢会使。重点是即个鹿啊。警方一言一言甲偷开了，内底有袖仔、有衫、有裤，偷到箱内底果然是一粒查某人的人头，而且这粒人头阁有用盐生过。袖仔内底留一张字条啊，写的就是陈婉婷3字。警察比对失踪人口，确实有看到一个可能是死者的陈婉婷失踪，确实有这个资料。这是咱顶半段拢有讲到的，互大家先恢复一个记忆吼。拄则大家可能嘛去喘气一个、歇困一个，惊讲较沉重安尼。所以咱来整理一个线索。第一，有一个查某人死啊，这个查某人真有可能就是失踪人口。陈婉婷，这是头一件。第二，死者的头互人用盐生过，而且找到的时间，找到的是佫一盐包过一盐，是安怎要摕这个盐来洗人头呢？一般咱若讲到这个洗盐，迄就是为着要洗水，加这个保存食物。物件若带水，伊就会紧坏，伊就会快坏，拢会使安尼讲，快坏紧坏拢会使。像打热天嘛，过仔年就是小黄瓜啦，华语讲小黄瓜，咱遮较无安尼讲啦。过仔年咱较少讲，咱遮较无即款讲法。咱一般就是讲刺瓜较济啦，刺瓜大条、细条拢有。细条咱嘛安尼讲啊。细条咱拢讲 Q 字。用日语的时阵嘛有当时用着日语无毋对，像市场内底，阮家市场内底有当时嘛拢会讲刺瓜啊。是等到大黄瓜，咱讲华语讲大黄瓜迄种，就讲刺瓜啊嘛有大条细条，因定定拢会讲刺瓜啊，嘛拢可以啦像热天啦，即款刺瓜啊，定定就会摕来做即个冷拌，或者冷拌，就是凉拌。但是伊若汉字会写做冷拌啊，咱台语是做冷嘛冷拌或者冷拌拢可以，也就是咱讲拄仔讲凉拌菜。只是爱注意一下即个冷拌甲冷盘意思无共款大家可能会误会。一般办桌互人请的时，头先出来迄路像包鱼片啦、透抽啦、海苔丝啦，即款的都是叫做冷盘，本身就冷安尼食的啦。盘内底有4、5项。我当讲到海苔丝，海苔真是海蜇皮，叫做海蜇皮啊，就是华语讲水母，一款水母的摕来食就对啦叫做海苔。当然这是咱的这个读法啦，你若是饮较重的第8条的海苔嘛会使啦咱就拢会读海苔较济啦，海苔丝这个冷拌的制作过程无一定爱拌拌就是搅拌那个拌，或者连拌也可以啦，可以讲拌的拌的但是你若是做这个冷拌的，就一定爱冷拌跟冷拌都不同款。跟凉拌是不一样的。是比如讲，若是就是要讲，比如讲咱这个刺瓜啊，无咱头前冷拌讲伤远去最后要讲刺瓜啊。现在要讲刺瓜啊，刺瓜伫咧做冷拌的过程当中，因为咱这个热天天的刺瓜啊，佫大出嘛，对，做冷拌。Q 字晓得啦，细条的这款的 Q 字嘛可以啦拄头就是爱先洗过了苏盐，等伊洗水那洗水洗了无清气。这个刺瓜啊，口味甲摄出涩味。上重要是伊若洗水无清气，那么就害去啊，会真紧害的酸去所以意思就是讲，有人甲陈婉婷的人头苏盐洗水，应当就是为着要保存伊莫遐紧就烂去，莫烂去人的尸体一烂去。
真紧就开始会有臭味，就足臭的而且你藏都藏袂掉，那呢问题就来凶手或者是处理这粒人头的人，谁若唔甲人头摕去深山拿来放到野外无人会发现的所在去逮。一般若是杀人的这个杀人犯，惊代志别空，照理讲是愈少人知影愈好，愈无人知影愈好。伊是安怎要挑工保存这粒人头，这是真大的问题。这就要讲到咱的第三点的线索，这就是讲搜验是第二个线索嘛。第三点的线索是讲，不管是伫三重埔的这个大同派出所接到批，也是人头迄伫人来人往的马祖经的便所，甚至阁留下死者的名，这在拢互咱一款感觉啦，就是讲凶手杀人了后，真希望人发现伊杀的人死去啊，对不？甚至讲惊你查无连名嘛，互你啊，连名嘛打互你，打伫外头内底，了解一个什么人？是，这也通解释讲是安那人头互人发现，是安那人头互人发现，因为你若是发现的是新尸，毋是人头，真有可能你无法度证明迄是啥。那要安尼咧，就即个单稳定死亡的消息，你若敢若头以下的尸体是无法度认得出来，要透露即个消息就无法度达成啊，即个目的就无法度达成啊。重点就是要透露啦。嘿，毋知我伫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才是人头出现，毋是尸体出现，新尸出现，当时。为着无爱互人查到伊，查到讲伊是即个家己的真相啦，就讲我当时要互大家知影讲即个人死啊，佫无希望大家知影是我杀的，所以挑工甲人头送到嘉义水上即个所在，真有可能就是为着互代志补甲较复杂，互你较歹查，较歹找到凶手的线索，而且这个所在。10年前真有可能是较无监视录影，像嘉义水上一间庙仔边可能大家认为讲遐较无这录影。监视器啦。但是你若是大都市像台北，早就四界拢有监视镜头，10当前绝对是四界拢是啊啦。那安尼，甲是安怎要甲人头生起来就会对档啊？为着要甲人头早去别位，对无？早去较无监视录影的所在。也就是讲，凶手或者是上无是炸人头来到嘉义的这个人，真有可能是住伫较都市的所在，所以这个所在伊袂使凊彩甲摕出来藏，因为你过程可能拢会互翕落来。是，但是你若去无监视器的所在，就有机会藏好人离开了，才等这个人头去互人发现。这就是第三个线索。经过咱安尼整理线索过后，佮推论了后咧，感觉是真合理。警察咧嘛是安尼想，咱想的跟警察同款，所以因先去查陈婉婷的资料，凡说会使为陈婉婷的交际关系或者是家庭找到什么进一步的线索，一般拢是安尼嘛，这个过程一般拢是安尼。警方通知陈婉婷的家属来认尸，一定要承认确定是毋是伊嘛，也就是认迄粒头甲几领衫裤，也有衫裤嘛，就头甲几领衫裤。陈婉婷的阿母甲陈家大兄两人来认尸，果然是伊的查某囝，含遐的衫嘛是阿母买互伊的。警察调查发现，这个陈婉婷伫厝内排老死，除了阿母以外，还佫有两个阿兄，一个阿姐，甲一个小弟。所以是排第四。兄弟啊分家了后，阿母甲大兄、小弟拢搬到家人去住，因住伫家人。阿姐后来嘛搬徙到家人去。二兄咧是住伫三重埔的旧厝。陈婉婷是18岁就结婚啊，22岁离婚。伊本身有一寡智能方面的问题。所以离婚了后咧，伊就对三重埔的旧厝，甲二兄二嫂住，甲因住做伙，兄嫂住做伙，
伊就是戴镜头伫咧嘛吼。甲兄嫂住做伙就对无啦。啦，嘿，对，啊，伊本身人戴镜头嘛，嘿啦哈哈。定伫厝诶附近行搭，生活主要就是挖靠即个政府补助，甲即个因为有即个手册哦，等于有领那个残障手册的意思啦。是吼，啊，还有甲因阿某诶即个斗助站呐，阿某定定来甲看，载一寡物件来互伊安尼嘿。嘛，因为伊戴镜头诶关系咧，伊定会伫路边，就甲厝边隔壁啦，或者是一寡路过诶人吼，会讨一撮啦即个钱啦，分一寡讨一支仔粉啦啥安尼。当然啦，嘛有人会看伊好欺负，会甲骗。是啦，骗就是占便宜，就是甲占便宜啦，会对伊乌白来安尼。开来手来啊，是。事实上，伊是旧年新历12月底12月年底啦，12月初9、12月初就失踪啊。因为咱拄仔讲是2013年3月15迄天有发生即个代志，一直到旧年12月17日，也就是2012年。即个2012年，我看你要安怎读。伫个12月17日时，因为因阿母定定要来找查某囝嘛，所以奇怪一直拢找无人，挡袂牢才去报案的。迄个时阵报案，迄时其实就已经过正礼拜去啊嘛。当初报案就是去三重埔的大同派出所，也就是收到批这间派出所。安那才较合呢？警察搁再调查发现。其实陈婉婷这个名是后来改过的名。因住的旧厝遐个厝边隔壁，拢敢若知影伊的旧名，叫做陈淑慧，大家拢叫伊阿慧。那安尼是什么人会知影？当初叫做陈婉婷的这个人失踪报案是伫大同派出所。是。因为大家伊厝边隔壁熟悉伊的人拢知影，拢当做伊是阿辉，但是寄批去大同派出所的人是写陈婉婷也就是即边收到批的即个迄间派出所所以这敢有可能是巧合？那毋是巧合，上有可能的会是什么人物呢？这就真奇怪啊！咱若照即个理路甲看落去，上有可能的。当然，就是住伫迄骹搭，而且对因兜的代志拢真了解的人。你约会着无？你来想看卖，上有嫌疑，咱讲嫌疑就好。嫌疑来讲，就是伊厝内的人，因为知影伊的名，因为咱回头去想吼，你若是大家拢知影，拢当做伊叫做阿辉嘛，陈淑慧。你若今日要寄即个批去即个大同派出所，你写陈淑慧，找着人了，陈淑慧去比对失踪人口时也查无这个人所以一定要知影伊搭的名，知影伊改过名。对，迄就是伊厝内人啊。上有可能，因为我知影讲因兜遐因报失踪是兜遐报失踪的所以你嘛真巧对，第一，甲警察共款警察嘛甲你变巧随去想着讲，怪怪也就是讲。甲伊共款住伫旧厝的二兄二嫂嫌疑相当，对无？既然安尼，咱就先来看二兄。二兄叫做陈家富，万年富贵的富。阿富啊。陈家富伫三重埔一间自助餐店做总铺，警察伫调查因厝内随人的生活环境的时，来到了这间自助餐。因就问头家娘，头家娘讲。这个阿富啊，做工课真乖，嘛真认真。伊就负责炒菜，嘛伫阮店内做足久啊呢。想袂到这个头家娘讲完这个阿富啊，嘛虽然讲是好话啦讲完这个阿富啊的代志了，雄雄讲出一件代志，伊话头一说，伊讲是讲顶礼拜的拜二、拜三，小煞2天，雄雄讲要请假啦。佮甲我借塑胶手笼，甲一支菜刀，讲厝内要大摒扫。后来咧，伊转来上班，菜刀煞无牙转来喊我咧。看起来这个二兄嫌疑上大。警察一调查，佮发觉讲，伊捌替小妹投保保险。总共投保6亿。全部的这个保单加起来，总共价值超过600万。
想来即个代志甲即个二兄陈家富有牵连是无走啊啦。警察入来，是，警察入来到因厝内找证据。伫疫情的即个壁面，还有即个泰鲁的空棚内，泰鲁就是瓷砖，伊是台语的泰鲁是为日语来，日语是为英语来的哈。泰鲁的瓷砖啦哈，即个泰鲁的空棚有检查到可能是火者的反应，毋过陈家富坚持伊无杀人，伊毋知影即件代志。警察咧，佫进一步想要来问即个陈家富的某，也就是死者的二嫂嘛。二嫂人咧？哪有咧？原来因某是中国人，或者老表表，表是三个水，三个水字叫做表，老表表。原来顶个月因翁仔某就冤家啊，有一阵厝内毋知啥那足吵，伊就甲因翁讲啦，啥那冤家嘛，就是甲因翁讲，颠倒互因翁甲骂，才两个人来起冤家。3月初。伊买一张机票，随飞转福建，都无过转来啊！就无过转来对。后来福建公安嘛有找伊去问话。伊讲伊伫厝内冰橱内底看到一粒人头，惊一个，才赶紧飞转福建。伊惊讲家己嘛会互人杀人灭口，飞转去因外家。就是因为伊开冰橱的时候看到人头，所以伊知影这件代志。最后警察是伫因住迄间公寓，或者公寓其实漳口念做公寓，咱一般俗称咱讲以教典来讲啦，教典认为咱定定讲公寓。公寓啊，若讲公寓，大家都较知影。会认为讲这个寓认为是属音啦，若另外一个发音叫做牛甲字，你若咱的老漳口来讲，就讲公寓，或者另外一个口就是公寓。毋过我捌查过，1913年的这个甘字典，迄时就出版百外当前的这个甘字典，其实就已经有记录有这个音嘛。所以我感觉这会使搁讨论。那为着方便大家较紧的咧惯势，我也是先读公寓，这个音安尼。遐咧又搁丙又搁尾，咱宜兰讲尾，有的所在讲喔，拢会使哈。你去找找一寡叫做生物证据、生物证据，也就是讲有留一寡火者、喇叭油啊，无是啥物物件安尼吼。有诶物件你当做你清甲足清气啊，但其实透过一寡化学的方式，其实是检验袂出来的，或是查会到的安尼。大概是安尼。伊嘛带即个救难犬，就是专门伫救难的这款狗啊，救难犬，搜救犬、救难犬这款救难犬来骗，确实。有骗到死者的迄味伊敢若骗迄个人头过来骗，这都已经骗到迄味啊。是，伊若是死伫咧遮，一定有血喷出来嘛。你有真歹讲，杀死一个人拢无血，所以伊就已经骗到血味。只是虽讲咱无看到即个物件。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因兜巷仔口的监视录影。有录到发现人头迄天透早，伫3月19迄天透早，伊灌一卡袋仔出门，规个人佫包干咧目睭就敢若要看无人是啥安尼。当然因为因路吹是看知影讲，最后知影讲是啥物人啦吼。只是讲迄卡袋仔是即个大卖场的袋仔嘛，嘛你无法度证明内底啥，因为大卖场的袋仔嘛是定定有个人出来去坐嘛吼。那过来共一工。调查伊的手机的信号的刷动的资料，其实咱手机伫刷顶动，拢有即个基地台基地台即个基地咧，即个电塔拢会有你的资料啊。刷顶动，伊有察觉到讲，确实查到讲，伊是有迄天为三重埔去到嘉义水上即个所在所以真侪遮证据，遮种种证据虽然拢毋是直接证据啦，但真侪杀人凶案就是安尼嘛，你要真歹找到直接的证据。却也因为逐项拢指向伊嘛，就是你上嫌疑，所以落尾咧检察官就甲起诉，都确实有这件代志。根据二审的判决书的讲法，2审二审的判决书的讲法，陈家富为要即个处5笔保险金啦，其实伊当时有投保6间，但到尾有一间保费已经纳袂出来啊，才会剩5间的保险，嘛看会出来讲伊经济上可能嘛出现问题啊。确实嘛有人证明讲
看到伊定定甲即个毒品贩啊，卖毒品的人有伫来往，人来找伊安尼吼，恐惊是有目毒，吼，你若目着毒品，即个开销就恐怖，就严重安尼吼，安尼若钱用了真伤嘛是合理的啦，这会使理解。为要领667万的保险金，伫咧2012年的9月，伫厝内先亲手电死迄时35岁有智能问题的小妹陈婉婷，死后佫摕菜刀分尸，甲头用盐生起来。然后伫看一寡即个推理小说或者是红仔册啦、戏剧的人就知影。谋杀害人上晦气的代志，就是甲人杀，毋是甲人杀死哦，是杀死了尸体要安怎处理？人的尸体其实真大副你要安怎处理？伊甲人分尸了后咧，用假肉机，甲人的腹内，甲一寡肉地加做油啊，佮掺水，用富罗精就是液精啦，共款意思。而且个排水孔甲马桶。即个呛水嘛，咱马桶的呛水，甲排出去。问题是咱怎讲？伊是带公务，对无？即个一个人身上的肉是袂少的，人大人大种啊，身上的即个肉是袂少。咱若有当时讲要甲一寡袂使迄个物件，迄入去马桶内底啦，拢会卡掉对无？迄个塌掉的卡掉掉。啊，伊佫是带公务，大家即个公路是相通的。都伫即个伊甲遮个假肉漏掉的隔工早起，楼骹迄户发觉讲家己厝内的浴槽啊、洗面槽就是洗手台，浴槽就是浴缸，拢流出油香有臭味的水，甚至佫带有差不多绿豆啊，安尼较大粒的一粒，毋知影是肉还是啥物物件，拢摄出来冒出来安尼吼。2楼的便所冒出来的这脆肉甲油，都2个面桶较济。后来厝边伫咧回想的时，讲确实前一天捌听到楼顶一直有机器伫放的声，应该就是迄台假肉机。肉处理了啊，人骨要摕倒去，骨头啊无法度凊彩才安尼夹落嘛吼。其实这件代志，陈家父一直无讲清楚，这也是这个案件内底无解决的难题。一直无讲，只是伫路口的监视录影，捌看到伊摕几落地这个乌色的大塑胶落出去，毋知去倒啦。真有可能内底就是因小妹的人骨，反正嘛有一寡无处理了的肉地，就是安尼。其实这款杀害至亲为要领保险金的动罪是会判死刑。最后咧，法官是考量讲，伊对阿某过去其实是拢真友好，同人拢讲确实真友好。这个阿某过去定定嘛来照顾这个查某囝，当查某囝就已经死啊，你佫甲因囝判死刑，实在是于心不忍啦，不忍心。嘿，可怜的是阿母啦，所以咧最后判伊无期徒刑，就是关于咱讲头毛生沙某，嘿，咱来讲翻头。案件虽然水落石出，有一件代志真奇怪，是安怎陈家父要甲小妹的头留落来？按照民法规定，人若失踪超过7年，就会使报死亡啊嘛，这大家拢知影。到时伊就会使领到保险金啊。敢讲伊一开始就无按算要等遐久？就表示讲伊伫犯案的时阵，就感觉讲我一定要找一个时间，找一个机会，要互大家知影伊已经死啊，我毋才紧会使领到钱嘛。敢有是毋是为着安尼？为着安尼甲挑工甲头留落来是无？就是希望讲早会使甲即件代志来出破嘛。咱会正常的推论是安尼无毋对。毋过这嘛足奇怪，就是讲你若看伊处理尸体的手段，老实讲。我感觉伊手路无介油，你讲用假肉机啦，佮去照遮个菜刀上，佮甲别人照的，这拢是线索足好找。要找到伊身上是，因为伊本地就是甲伊做伙大，所以伊一定是头一个互调查的人。你这所有的行为拢是随互人联想，就是讲，就是你嘛，照菜刀，照即个塑胶手笼假肉机啦，佮甲遮物件
放入去即个家己液经啊、液槽啊内底去漏掉啊，造成规个大楼内底的拢会问题，影响到，这拢是会造成别人注意到你的问题嘛？这一调查就随知影，所以伊若真是伫咧拄开始是设想吼计划甲遮清楚的人，头壳遮好的人，敢真实会伫头前甲后壁差遮济。讲我一开始我就已经规划好，我开始小妹了后，要安怎处理即个人头后壁，才会使阁安怎吼，我互领保险金。这就讲啊足奇怪，我这两件代志，我感觉是有冲突的。伊敢真是一开始就想好，包含民法的即个死亡是安怎认定，代志要安怎出破，我足疑问的。我有一个家己设想的情景啦，即个小妹根据资料甲伊的相片来看，生做其实真清秀，水水啊，确实生做真水吼，有伊的相片。那煞为着精神或者智能有一寡问题，定定互人乌白来，甚至会使困一遍换一撮钱啦，或者粉啊啥嘛有安尼，因为伊都较无法度去注意这代志，较毋捌代志啦。啊，认真讲，就是互人欺负啦，又在人欺负。即个阿兄也就是陈家富本人，平常时逐工其实拢会互小妹仔200箍。啊，若做事转来咧，看到小妹仔伫外口乱骚吼，咱宜兰有一个讲法叫做好啰嗦吼，大家较毋知影，就甲乱骚差不多意思啦。嘛会讲牵伊的手转厝诶，听讲其实伊对小妹仔真好哦，有真照顾小妹仔。敢有即个可能？这是我家己设想吼，讲伊看到小妹仔定定安尼互人欺负，感觉即个伊疼痛疼爱的小妹的身躯已经无清气啊，已经互人侮辱过啊。开始小妹了，迄个身躯伊用真粗鲁的方式来处理，就甲猪肉共款。因为即个身躯已经无清气啊，我甲伊即用假条佮漏条安尼，独迄粒头。自细汉，大家做伙甲大汉，自细汉看甲大汉共款的迄个遐尔啊清秀，我遐尔啊古锥的小妹，就是即粒头啊，阁保留着。是，所以伊杀死小妹了，就先甲头生起来，就是无希望讲遐紧头就害去，阁会使看到伊的小妹，甲小妹无清气的所在，甲处理掉啊，迄落感觉。当然这是我的设想啦，有讲一款。你讲说病态一款心情，或者是即款的感情感受安尼，提供互大家来做参考。所以讲阿兄有时有伊的心肝的想法嘛无共款，所以咱毋知影伊到底，比如讲人骨自头至尾互判刑啊，伊也是无讲出人骨伊到底摕去倒，所以讲变成嘛无法度追究着着。但是。就是判无期啦，无期徒刑。是，所以我一直伫认为讲，即个陈家富做即件代志，是毋是独是为着保险金？讲实在，我有一寡其他的想法哈。当然，这都是无人有法度互你答案。我想伊嘛袂讲啊，所以即个问题都留互家己，留互大家家己去设想啊，家己去用，家己去想。那即个案件其实咧，最近有变做一条歌啦。也就是今年入围旧年出版的旧年底出版，今年入围金曲奖的曹雅文的作品。曹雅文。虽然讲伊无得到即个台语歌后嘛，咱即集一开头就讲到即个第二龙就是得到台语歌后。毋过我个人真介意伊的作品曹雅文的即作品即张专辑叫做禁忌的禁，禁止的禁，还嘛是禁止的禁内底一条歌名叫做。食菜的刀这就是符合着咱怎讲的这个故事嘛。哎嘛，真听起来嘛，敢若不哩伤悲啊嘛，毋知要安怎解释这个兄妹仔感情。除了嫌疑、恐怖以外，敢若嘛，内底敢若有一寡悲伤的感觉，悲伤的感情。大家故事听煞若有趣味，会使去像 YouTube 啦、KKBOX 啦、Spotify 这款平台悲伤的感情点关去找看卖这条歌做伙听，或者是配合着这条歌来
做这个背景，因为我有版权的问题，我袂使凊彩共放啦，我可能会放10秒钟啊。KKBOX 有一个功能是，我会使甲歌放伫内底，但是就敢若用 KKBOX 的时候你听会到。我会试看卖有法度做甲到无吼，就是你若是用 KKBOX 听的人，应该后壁家己自然结尾了就会放歌，若无就欢迎大家吼，你毋是用 KKBOX 还是无成功，我毋知影吼，你就会使家己伫遮平台找着即条歌或者食菜的刀。你若要用汉字的华语来写，就是食菜的刀，或者你找即个周雅文，这3个字应该拢找得到。曹雅文，好，今日的故事讲了毋知影大家对即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的内容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box、Firstory 留话互我。若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啦、Mixerbox，嘛希望你会使留下5粒星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也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行有余力，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即个赞助连结网链假付是啥拢走起假付是随喜，生意食水甜，人生表心意大，别的我嘛介意，毋管这少，拢感谢你的支持。那呢，咱都后回嘛袂使讲空中啦，咱嘛毋是空中，嘛算是啦，因为就是空中网络好啦，你要讲伊是空中嘛可以啦，好，咱欢迎咱后回再见，拜拜。